咱台湾伫咧2009年到2016年期间，其实捌做观察员的身份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，不过到目前都拢个无收到邀请。针对着中国乌白利用乌白解读联合国275号决议文，阻挡台湾参与国际，今仔日就民间团体举办座谈会，建议台湾应该爱先参友邦甲理念相同的国家，来咧表达275号决议其实无决定台湾的定位。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 （WHA） 5月27开始伫瑞士举办，但是台湾自2016年开始就无参与过 WHA。美国国务院亚太副总卿 Mark Lambert 捌讲，因为中国错误解读联合国275号决议，阻挡台湾参与国际事务。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也主张，275号并无决定台湾的定位。2758号决议 actually 其实只有讲。这个要把蒋氏政权逐出联合国体系，然后呢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，但是并没有人处理台湾的问题，台湾的代表性。大家听到2758没有去看内容，会以为说是联合国体系有一中原则。那这个一中原则又被扩成一中政策。基金会认为，因为中国错误解读275号决议文，致使一个国家、国际组织对台湾的定位有错误理解，阻挡台湾参与国际事务。还且认为，咱来参友邦合作，向国际宣传正确的275号决议文解说方式。我们应该是要让他能够跟友邦开始去联系，去处理这个事情，先把它确认。也就他并没有处理掉台湾的跟联合国的互动关系，因此他应该比照于台湾是比照于非联合国。是非联合国，那也就是确认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，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前提。台湾愈来愈咧国际上受到重视咱家己换那做了袂歹啊。像台湾的表现不管伫晶片也好，伫公共卫生也好，换那世界一流的。除了透过台湾的友邦理念相同的国家宣传275号决议的正确解读办法，基金会认为，台湾即马伫公共卫生、半导体这块领域伫国际上表现出色，咱也要继续以此为家己发声，让台湾伫国际上的声音愈来愈受重视。记者郭林友凯台北报道。